中央气象署这2天有针对着一寡县市发布着大雷雨的消息，像台南市透早就一直单位讲，前一秒还阁好好，后一秒就透大风落大雨。啊，昨暝台南客家一个社区举办着唱歌抽奖的活动，常常落这个强降雨，居民是换棚咧，走到银钱卡来避雨。讲这款无稳定的天气会一直继续到今仔日暗时。我来吼，阴暗趣味的啦。办到一个一半，大家走去那批。啊，走到无看啦，拢走入来比啦。哇，风雨交加，雄雄上大雨，台南客家这个社区，昨暝当地咧举办唱歌抽奖晚会，趣味朋友同齐做唱歌，不过天公伯啊，就是爱共创治，大大滴雨水加落来，阿公阿妈、阿伯阿姨行较近，两共选，等雨停落来，才回到聚会继续吃。雷公死啦！哦，我哋啊来咧，啊就雨足大个咧，砰砰叫，风也大咧。事实上，昨暝台南市每一个所在拢稍稍开始伫落大雨，地理偏南的影响领导，今日透早嘛当然讲落雨，甲民众拢行较精神。啊，台南雨落到大港的北门、将军和麻豆地区，麻豆北市国小阁造成路边积水超10公分，不过雨水变细了后，积水真紧就退。美公司若阁有落大雨天气，彰化北部就开始伫咧发展，一路到南锁顶东，暗时地中嘛受影响。丰原和平街一间做头装店，才几10年的插工棚，雄雄接落来去喊着停伫咧路边2台轿车，互车顶冒起天窗的玻璃吹起，头家嘛真无奈，讲一定会负责。啊，若不稳定的天气，恐惊继续当到暗时才变好。南部地区民众嘛是要加注意，有可能嘛是个熊熊落大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